带头的竟然无来呢？你是对倒位来？台台中哦，哦，互因介绍一下，大声讲出恁是什么队？我是龙好龙赞呢，来，一个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做嘉颖，给，我是第五，我是木勇，我是贝温，恁好，台中来。台中。台中的盘手类我上爱食，你嘛爱食？盘手类有走无？无讲了上真济，你听无？叫你倒去啦！来，大门伫遐，来，请你动去。歹势！我拄则去买饮料啦，我就想讲，大家甲你提补助，实在就歹势。我今仔就走，盘手咧提饮料，来，你买买最好嘞。来，欢迎先进啦，你小朋友先叫。你想要啥？有水啊，还有饮料吼，拢会用的哦。多谢。来，饮料啦，拢冲水啊！水啊，袂歹啊。不过我爱啉甜啊。你要啉甜的。我啉甜啊，啥啦？你拢甲哦，遮好哦。你要先紧的，你先啉嘛，无紧的。啊，你啥恁拢禁饮料，无禁水啊？我介意啉甜甜的物件。你爱啉甜的哦？哎，真正足好劲的，跟我同款。啊，你咧？你那无？你嘛是？啊，第五你咧？我嘛是。啊，嘉颖呢？我嘛是。大家拢爱啉甜的，你看。不过小朋友拢爱啉甜的饮料。系啊。饮料真好啉，无唔对。不过吼，咱的甜分若是吸收伤济，会伤到身体。血糖若是称悬啦，你就安尼头晕脑顿。啊，你会注意啦，甲你的记忆嘛会较歹，佮较严重会去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，就会常常破病啊。哦，会造成这点仔状况。对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也看迄电视节目有咧讲啊，你若糖食伤济吼，你的血管等于化，你的心脏吼会跳病会掉去。这严重哦！来，饮料拢回收，我来甲你摕单条吼。没事啊。我摕单条，我啉落。我家己一个新单。你这样先收就好啊。好应该就好。我硬好啊。没事，不过我拄则讲的是，迄甜的吸收伤济有危害。咱若是想要食甜的，就是要适当，莫食伤济就好啊。是讲我想要请问小朋友，恁平常时什么时阵会食到较该食甜的时阵？哈，食饼的时阵，食饼。啊，食饼的时阵会配甜的就对啊。食饼想要食甜的，食暗顿的时，食暗顿食了就想要食甜的。这拢都重口味的。啊，你咧？早顿食了。哎，一套早安尼甜不，你规心情偌好咧，对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。陪阮你咧。早顿。嘛是食早顿，不过咱心情无好，食一寡甜的吼，确实会互你的心情较快乐啊，较欢喜的。啊，尤其是你若是腹肚枵的时阵，食一寡甜的，你血糖会当提悬，嘛会当互你较有元气。啊，不过甜的上吊就是啊拄啊好就好。哦。真正多谢队长各方上一课，多谢恁啦吼。所以恁甜啊啉拄好就好啊，食拄好哦。拄好。莫食过量哦。咱先啉者，来，多谢队长哦。现啉哦，好，有甜哦。哦，好。是当。天毛子足好的咧，太过欢喜啊啦！欢喜嘛袂使过量呢，拄啊好就好啦。刚刚你有食尔。哎，安尼你家己爱啊？对。你啉人的物件。你啉我的物件。互恁来提补妆啊！哦，是阿萨利。准备好啊未？这里卖给掉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就走，进来啦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哦，有当时啊，天气变化足大的时阵哦，有当时就去感着。啊。啊是迄病毒真济，咱就免疫力就会降低，就会感冒、破病。恁敢有人最近拄有破病的状况？敢有？有哦。
阮队长啊，伊上定来判病。我已经好真济啊！你是啥物时阵判病？脏不用，你有什么镜头？什么镜头？啊？扫扫，啊，搁有无？上嘛，看扫上歹滴，干那扫？敢若扫呢？今仔日要考验的就是甲身体的一寡病痛。你身躯若有一寡状况有关系。头壳顶什么你拢知吼？来，大声一人念一个。筋筋、骨、会血、吧肉。好哦，加油哦！安怎来摕到大片？4题有7个大片，8题就2块大片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好，哎呦，滚！滚！你好，是你啊！你要挑清楚你要挑哦，清楚，你要挑清楚。会会，啊，挑清楚哦！哎呀，有抓，哎，就刷目标，就什么？刷。骂肉。哎，海巴豆，哎呦，排不到。两题啊！筋筋。哎，较细哩啊！你较说你啦，安全第一啦，莫甲我船啊打破伊呢。滚！对啊。快下，超公公，哇，赞哦！波罗斯钓鱼。厉害！紧！哎，大家注意听哦。骂爸你要非常的专心叫机会。压起来，哎呦，我不会用压起来哇！我真正会会，哎呦，四题啊！滚！加油哦，8题2题啊！哎呦，紧，点掉。筋紧！哎，吼。北尾，哦，第一定袂歹哦，一定台中的小朋友。哎呦，哈手，哈笑。会干掉！哇，我把干掉啊！ 7题会啊！哦，滚！快头8题啊！哇，这题若对了有啊咧。食着药，青草一叶，过关啊！头先敢若一题讲唔对，其他拢真标准呢。厉害的。连 bonus 安尼啊，头戆，轻轻松松就过去。这强的呢？安怎念？急进，急进，就足急的镜头。镜头哦，急症哦啊，你头先发音的较像是急诊、急症、急症。好，闭嘴的声。急症。好，来哦，看好，头先读到非常的标准。什么人念的？来，搁念一稿，大家听者。食着药，青草一叶，哎食唔着药，人参一石。哎呦，这标准的呢？这无一个你是花德，你是中医师哦，你是中医师哦。不是，嘿啦，你哦，真正你若是食着药啊，哦，你简单烧青草，就通啊，互你治好啊。对症下你若是药安尼。食唔着药啊，你人生食规大堆，食更较好的药材、更较好的物件，嘛无效。对。非常标准，非常厉害啊！好，安尼几题？哎， bonus 个对，分去啊，什么？咱无秀起来。腰身是手强啊就啦！叫头先白大黑已经尽量哎，我尽量啃啊呢。尽量啃啊嘞，无法度啦。8题，2题大屁股加上1题 bonus，3题请题。大声点过来，你摕啥哦？好，来打起你。袂歹哦。爱先冷静一下，阮迄会当煞啦。哇，嘉颖，哇，这组咱真正爱拍拼的哦。等下甲秀起来。好，后一关绝对甲你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高中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哎呦，要甲动物看转去哦。请问一下，恁敢捌定来台北佚佗？唔捌，唔捌。哎呦，啊，其他动物敢有来过？咱有来过，啊有去倒位耍？游乐园，游乐园，又去游乐园，游乐园爱耍个刺激的，还是迄种慢慢啊熟的迄种？刺激，你爱耍刺激的啊这？恐怖的呢。
伊爱算切起应该切。起来你爱去夹毛线。我见无算。有啦，台北诶嘛袂歹啦，有感受一下。啊，嘉颖你咧？我去过台北101。台北101。哇，这哎是呦看风景。啊，你敢有去上顶悬看风景？有啊，啊，你感觉台北的风景啥款？落雨足水的。遮水的啦，遮水的啦，佮落雨，莫一直落雨啦。贝文，啊，你感觉咧？台北啥款？台北足水的。台北水，台北放较轻松的，要甲动物赶转去，安怎摕到大片咧？两地通啊摕到一块大片，三只拢赶转去，通啊摕到两块大片。加油来，请就位，好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啊，手啊摇较悬的，即马手啊摇较悬，较飞较远哦。今天我阿花唔知有乖无？阿花啦，我阿好，伊头拄卡才修理好尔。伊拄则是三支卡，嘿，你变三卡，哎，啊，现在当回拍你去，手较悬的，当红该海咪去，哎，等下我们拍掉。手较悬的，手较悬，啊才门口就海咪去。不是伫遐，你就对遐个你有行吧无？对门口咪去，对门口咪去。行吧的方式。手在海去。所以毋捌行过细卡，哟，你敢食？好食。你讲门口较紧的哦。细卡哎，有等去无？我来，你的题目，请讲。安怎哪亲像安怎？阿明看到老师拉亲像，就要赶快飞。哪亲像鸟仔共款啊？拉亲像就要赶快飞足远的。飞足远的，哦对对对，哎呀，这代你这个想的咧来来，来你讲阿来。明看到老师哪亲像鸟仔共款飞足远的，提升阿 V 啊！哇！呀，系，伊要试看卖，挑战哦要干两哇，你伤强啊！伤强啊免啦，哇，这里也先哭也先哭啊！哇，对对，哇，来，来请讲。粉圆的地加鸟鼠仔色，一杯歹去的粉圆呢茶，伊的色亲像徛鹅的鸟鼠仔色。哦，哎，嘛这样啊吼，过关啦过关啦吼，啊这个啊这个，伊的手术好像长的啦，伊是鸟鼠仔色啊，对啊，拄我咱这只是鸟鼠仔色，一看这只啊，过头过头你。爱较无乖的哦，你着较无乖，我跟你讲哦哈。你若想我哪会甲你掠来做乌鱼子哦？你讲哦，你这个我改了有人讲伊的卡是乌鱼子，哎，我跳都呢？生了做想的啊。哦，我这只足无乖啊，无可能互你这简单就加油加油，差一点嘛，差一伊点嘛拢是甲咱规呢。卡伊会惊啦。头家头家拍头家，你想要做乌鱼子吼，较注意。对。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，安尼，时间有要到啊呢，都有要到啊，这个有时间的哦。啊，美琪啊，啊，拍摄，我发现因的做具足够细咧，灯光细来细去咧，伊足真侪书通啊用啊。鸟车色，鸟鼠仔色，好来，无咱来讲第三题，想要安怎就爱安怎。伊想要出去耍，就爱先写完功课。哇，非常清楚。这好诶，来，换一个无共款的，莫搁讲写功课。阿爸讲我想要耍平板，就要先甲饭食了。啊，哇对拢是共款啦赞呢。嗯，头先我刚刚因讲迄，最好找讲看老师，教啊，参想像鸟啊，要拍照对吧？要拍照。迄个讲我阿明看到老师参像看到鬼了啊。这较直接。老师你要考，来来来，啊，参像鸟啊，鸟对啦，飞去啦。伊的伊做者形容的形容啦，了最好的老啦。师甲教啊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两题一个大片，紧摕紧摕，像像像好，大声念出来，你摕啥哦？什么？妈祖鱼。哎，哦，一厉害哦较加在喙换有甲咱秀起来。伊最近迄个主迄阿比啊，真奇怪厉呢。害呢既然安尼，哇，我愈来愈对你无了解。来，第三关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啥人有同款？这关互恁来甲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含嫌对，恁敢有阮这干巧？
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遮巧啦？啥人无共款？好，我跟你讲，会派我伫这个台仔顶，就表示代志大条啊。真简单是无？哈，简单有可能派我出来，哈哈，这两位就讲啊，这伤困难你啦。等者等者，啊你唔好伤自满，因为哦真的啊那是输气变乱。对，啊，你爱互家己一个楼梯，对，新传一个。你即摆楼梯我感觉我就是起一个伤管。袂当去伤管。我欠推，嘿我欠推。哇，其实淡薄紧张，你用怎样怎算吼？该尽量讲，你若是赢超过1分，就1块大片；2分以上，就2块大片。来，好好讲，请抽牌。来，选一张，选一张，选一张，袂使叫边仔看到哦。选一张。我好就会使放喺头前啊，嘿，我过来放啊。哇嗯哇！好，安尼咱准备要来开始啊！咱第一轮1号先讲，伊会使当做一个人的名，当做一个人的名。好，安尼过来第2号，即摆伫遮，你即摆伫遮，你是地基主哦。你即摆伫遮，你倒位？我讲，安尼来，咱第3号。伊会使当做一个人的名，当做一个人的名。好，安尼过来第2号，即摆伫遮，你即摆伫遮，你是地基主哦。你即摆伫遮？你倒位？我讲，安尼来，咱第3号，就缘投的，就缘投的，就缘投的。你就缘投。我感觉伊咧讲你袂耍手。好，安尼来4号，看嘛，伊咧你足高水的，敢会使？会使啊，会使。你足高水的，你足高水的，足高水好，的。安尼咱4个拢讲了，咱来经历一个。第一个是，伊是一个人的名。一个人的名。如何讲？伊伫这个现场。好，啊3号来讲，伊真缘投。 4号讲的，伊真高水。对，第2轮要开始啊！来，第2轮的1号，伊是一个大人，伊是一个大人。好，安尼来2号，换你。伊面有一个怪怪的物件，伊的面馆顶有一个怪怪物你是件。讲伊的图吗？对怪怪的你图啊有一个！图像。3号，换你。伊性格足白，伊生甲足伊白，生啊足白你。生了白白晓。白泡泡又咪咪。这有足侪含义的呢。换你4号。伊有白头巾，好啊，安尼咱差不多拢讲了吼，咱来经历一下哈。1号伊讲，伊是一个人的名，安尼伊个是一个大人。大人。好，如何讲？伊伫个现场，而且伊的面顶管有一个怪怪的图。 3号讲伊真缘投，生了真白。第4号讲哦，伊真高水，伊有白头巾。头巾。好，安尼你想好啊未？上好啊。想好想好啊？挺好啊。会当投家己哦吼，准备来来，啥人无共款？会当投家己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无共啊，大家拢无共啊。这，好，3个人共款的是洪小姐，哦，啊有一个人无共款是白大虾，来无共款迄个请举手。白大虾，哎呀，哇，那安尼啊？我甲恁讲，对，这真正足奇怪。来，1号你啥会投3号咧？伊讲伊足缘投的，你有意见？哦，这有意见？这问一个，你敢有意见？你敢有意见？无意见就好。无啦，我是吼问一个尔，问一个尔。因为你感觉对嘛？洪小姐那会是用缘投来形容对对嘛？嘛？应该就是高水啊，因为我感觉我会讲高水是，因为我感觉两个拢是有机会高水的，啊。所以我袂使讲伤限哇制。收兵啊，白头巾嘛拢有白啊，对啊我想讲因到底有倒位共款？哦，爱麦啦，啊你那是约1号，系啊，那会有1号。想要约看嘛？我特别约看卖啊。啥物？
伊无啥物很伊无刷想法手，伊就想要一对。个。啊，你哪会约一号？嘿，你哪约一号？那个叶明就是你讲叶明怪怪，你袂使看人的面啦，你要看因讲什么话。啦？你无发现讲你家己可能甲无共，还是讲你有想到讲白大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啥？你有想到讲是洪小姐无？敢有？有啊。诶，安尼有哪会？啊，伊拢无咧看迄个线索的。对啊。唔对啊，所以咱的分数是安怎？我，安尼我有1分嘛。对啊，伊嘛是结婚啊？安尼就无啊，我无半分，你1无比半。 1，对。都我无半分。嘿，歹势无半题啊收起来收起来啊啦！四块大片有一半摕保障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现来讲，虽然因敢摕到4块，啊，不过因第一能力真正袂歹啦，袂歹。甲因鼓励一下。真好真啊，好不。过摕保障就是真正看运气哦，一半的机会，恁敢有想要刷位？安尼就好。安尼就好啦。相信家己。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，手甲扛起你。哎呦，到底来自台中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敢有机会摕到保障呢？较大力的。请买。哎呦，哇！哦，运气真正强。遥控汽车，哇，这遥控的汽车咧！他都有听到有人互门夹着的声音。对对对，真点要来访问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嘿，这内底无遥控，嘿，用你的手机啊去控制。哎，家己用手倒哦，的这歹的呢，这上新家己倒，的啦。家己用手机来控制就对啊，非常歹一个礼物啦。头先你看迄写是啥物声？可以那个话题，我讲话一个，摕到无听到。保障的。是有门甲你夹着还是啊？电推门入着。这是你欢喜这是的时阵。倒是种动物的欢喜你就叫安尼声，叫是无？你欢喜拢安尼叫啊？无你啦。有时啊有时啊，非常特殊的一个庆祝的方法。啊，你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袂使讲有意啊，要讲的啊。欢喜的。真欢喜啊！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拜拜啊，丢你，我嘛是就欢喜的，你嘛真欢喜，嘛欢喜嘛是真欢喜，还有其他的无？每当个欢喜啊。真好耍。真好势。好啊，既然迄个培养已经有代表一个动物的声，来换你叫一声，另外一种的。叫配啊！啊，你有无？无啊你的？无。你嘛无啊？较技术啦，歹势歹势。好啦，我感觉伊足勇敢的去讲的，而且真正讲得袂歹，只是咱收了太好。对啊。对啦。继续讲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